平台天地，欢乐相随，诗学代唱，佳肴品味。今朝你个诗人录呢，将为大家介绍的是艺术有养千岁行。还就是讲介绍一对平台上当的夫妻之情。记住说的夫妻之情。肯定就像是一男一女，对的，有男主角，有女主角。那么今天我们女士优先，我呢是要隆重推出一位今朝的女主角。这位女主角是啥人呢？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是我来边浪向这一位王瑾。王瑾作为苏州平潭学校的高材生，于1986年被校方保送头拜名师蒋云仙。87年与袁小良合作，即一鸣惊人。当年以最小的年龄获得江浙沪10佳优秀演员称号。王瑾天资聪颖，说唱俱佳，尤其擅长女张调。主角两边我非都讲，大家肯定侪晓得，就是立辣我边浪向的袁三良先生。你好。袁小良，国家1级演员，现任苏州曲协副主席、江苏省政协委员。袁小良活跃在社会的多个领域，但最让他引以为豪的还是他的评弹事业。近20年来，他频频获奖，被戏称为获奖专业户。袁小良有3位老师：龚华生、尤慧秋、薛小飞。其中，尤慧秋和薛小飞对袁小良足足考验了18年，才举行了拜师仪式，成为评弹史上的一段佳话。而袁小良在继承几位恩师的精髓之下，形成了他刚柔并济、舒展流畅的演唱风格。开始之前呢，我想这个与你两家头千岁连麦为大家奉献一只节目吧。好的。这个一首节目呢，我也是比较欢喜的，是用现代和传统手法相结的新编台词开篇，写下情诗。众门生死谋杀，做衙门的巨侠，
下回空着没去心事的真各位下的老金得很落，那一生离死呀，是不的张家姑呀，是不的张家姑呀，离家山。夫妻俩谁上路，脾气都不分家。没人家气着吹他，下泪不应在花园里，不求里龙不一窗，情人西后天他应，某听楼上一位郎，我泪呀一把往，百位美举日亮。赛姑娘，让谁回不去？河流河沟的年长，自杀小的楼。不许来家情一梦，家许那林下，喜融融吉祥。心思里比绿丝染。与君共年，家内寒，
惜的是花雨下梦雨香。奇怪，还是让问哦。因为在王金们比我小很多噻，我到里不是同学。那我得搞本我个呢？那我得搞本那个呢？那搞本我们来主动啊？我主动，我啥辰光主动过不去啊？那我也拿了呢。你那饭黑死个啊？光为是一句不落你了。但是我让头里向你看个，我得那个一等奖。有一桩事体个。对，咱们到平台上出来录个三姑娘。是的。上来颁奖。你帮我颁个吧？对个，我是帮你颁个。上来个三姑娘，我有份认得，看看蛮标致。那是大眼睛，皮肤色白。介绍个讲师，手帮我辰光，跟我眼睛一眯，面孔长得羞羞，马上都有神态子。明明看中我的嘛。你是不能让黑住啊！为人的啦。我记得蛮清爽，搿些辰光嘛，头里向嘛环境嘛差点，还没空调，大热天呀，我辣浪发寒热，热得了面孔羞羞红。要是个了，我当时呢看中我哪位人了？哦哟，是本黑住啊！搿么讲这个这个的。我弄了弄菲尔比还是记得啦。那么我去到你中山上讲我讲个三姑娘我看中了，所以我来是蛮开心。我小区搿门开到进了，如果是个姑娘再标致，我帮那个忙。所以那么侬呢欧巴帮我做下水个。不过说打开当我唯一看上一个人。啥人？还是你半高头美人了。我哪不晓得呀？哎呀，就是现在很出风头的一个开心喜福会里的季一彪。哦，季一彪是我同学啊。那个同学是我个三师弟。对个。搿辰光刚刚来当我一代出来。你跟你一代出来个。是个哇。三个档。那么一代出去。那么里面就割出来了。割出来。一只码头带上嘴。你讲师兄啊，看上去你对王金有点意思嘞，我讲你那晓得个？我但是一到市场里地方特三万，师兄啊，搬来我身上，我娘多。你哪娘去啊？哎呀，到第四日。阿头落我们大山零下8度。是蛮冷个。夜里向7点半。你就搬到这我该去哇？搬到这我该做啥？你根本就娘你啊！谁是你生出来个哇？不是我生出来的，搿种四个弟兄感情啊！我晓得搿只在我该铺啥个呀？外头风来吹得进去生毛病个哇！那个真快得哩，6点半爬到这我该去个。你还记得当时年轻轻的我带他10点半的了。哎呀，你到那个这我该门没铺个，那个窗户门不玻璃个，蹲在里向讲师兄啊，我懒啥子呀？你谁可个？谁是你害人啊？当一大爷想让你死起来。那么所以讲，搿个一段日脚就是我个初恋。你唯一初恋了，我们别真正初恋，你是不晓得几何恋。不好意思，搿么这样吧，先看啥节目再讲嘛。
所以他刚才让讲，包括我父母也是平台医院。哎，说实话，一定要是夫妻档，那么再稳定。所以搿对你说下来，风风雨雨经历过许许多多，但是你两家头还是呢，搿个共管考啊同为难。是的。那么两家头一大出码头，一大比赛，一大得奖。但是呢，到至2000年，你个爱情，你个婚姻啊，经受此一次重大的抗议。是的，记得了啦，2001年。年初，我呢正好是一个机会，随女呀上海联谊会的邀请，跟我的老师张云先老师我先生一道到女呀去演出。那么当初去演出呢，我属于分转来。为啥分转来呢？一个我自家觉着，你两家头呢啊10几年演出下来，还是得知结果奖。生意嘛才得着。生意嘛不错。搿留下来哪办呢？好像有点迷惘。用现在新话讲起来，遇到了瓶颈。那么我呢是心思比较活，我想既然是那一个机会呢，我就想到国外去开眼界，另外嘛还是增加一点自家的见识。再讲嘛，有这个囡恩，我想将来为呢创造好点的条件，这样将来囡恩出来读书了还方便点。所以实际上呢，七想八想呢，一等了美国女呀，等至大头要6年的了。
是个。那么这个6年当中呢，你一直拉举手，因为你得知女儿嘛，记住节目厂平台一场各位说来为开始一家店。那么我等了女儿呢，我立志我呢就想等了搿面发展噻。那么我已经了拉，也想拉有三两，一大过来，总会觉着一家人呢比较辛苦。但是呢，立志等了搿搭店，也改下那个平台，随时不肯过来，那么弄强特子。最后，我是用这个办法，我讲去年我讲你转来吧，你搿趟转来啊，我全部想下办法个。因为你欢喜动物，你欢喜车子，我就买只波斯马、牧羊犬，买只新汽车，全部等下。你一看，哦哟个啦，公真的还个，就之类的还不追的，是吧？那功夫还晚。啥功夫啊？我跟你讲，我英国姑娘骗得的水个。什么那位骗过英国姑娘？不，我一个真开心，真开心。英国姑娘是我刚跟你俩高头演出的一只节目里亚位。哦，那份还李诞这个呀？是书中人物。那么这样吧，让观众朋友一道来看你合作的亚位。我记得当初你有头上还记得我们同学3年吗？怎么可能忘记？我俩容相识相知，大相爱，你的秘密爱与人上相守无声，永远永难放。我还记得你说过一句中国成语。哦，什么成语？凄厉应有情兮。那个时候我中文不太好，我问你，为什么你们中国人婚姻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们说千里姻缘一线牵，对，只织一根红线。你对我说，这是形容一种缘分。从此以后，我就钻石项链不戴，一直带着一根红线。红线之间挂胸膛，你看，你看。可见你对影响搿一根红线嘛，心里一阵激动，艾伦。思源，一想搿哪里？看见隔壁凳子上还有人，到底有点不好意思。艾伦，你恩情四海风笔醉。似与你呀人海中永生。说骗子，你是个骗子！但是你的美女都是假
四大领队，你必心上，你欺骗了我3年。No， 我的有谁？你说我欺骗了你？难道说不是吗？艾伦，3年来，我对你可是一片真诚啊。你对我一片真诚。对。用什么来证明？就拿天上的月。哦，月亮代表你的心。对。怪不得你是那么的无情。艾伦，这什么话？因为那没有长心的月亮，在30天里都要变上好几回，它能代表真诚？艾伦，我说你像天上的月亮，那是永远留在我的心中。No， 你心中的月亮不是我。不是你是谁 ？Your country。我的故乡。Yes。谁跟你说的 ？You told me。我对你说的。Yes。什么时候 ？Long time ago。从前。每当我们在月光下散步的时候，你总要念一首什么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OK。对，故乡确实是我心中的月亮。我没有说错吧？对，但艾伦，你却是我心中的第2故乡。王静啊，观众朋友肯定也奇怪，你哪会得去英国姑娘会得讲英语了？我得讲2句啊，金巴英语是吧？真的要那2句。哦哟，你搿个说个闲话，真了不真。我非得会得讲2句，我会得唱2声来。对个，观众朋友啊，你毕竟美国等子5、6年，所以王静呢，既然搿个英语讲得相当的流利，而且个英语歌曲还是唱得不错的，是吧？那么这个林文玲当场需要。Into the arms of love, leave me like you did before. Touch me once again and remember when there was no one that you wanted more. She won't love you like a way. I'm the one who stays when she walks away, and you know I'll be standing here still. I'll be waiting for you here inside my arms. I'm the one who wants to love you more. You will see I can give you everything you need. Let me be the one to love
讲，你呢美国妻子5、6年，你也晓得跟着打我个压力都是大得不得了啊。我也听着一点个。因为基本上碰着当我一下点个人，谁也来当我眼睛多个。都说当我一下个三两讲点不来听听哦，外头侪讲来离婚着。我也听说个，帮你房子啊、车子啊、三人啊，侪帮你已经侪分开着。我也不晓得，等都侪帮你分开，已经侪分开着，是吧？但是我想呢，一个也蛮正常的，毕竟我离开之内搿长点辰光。但是我觉着，我到余三亮呢，还是有感情基础。10几年来，风风雨雨一进了上一代。记得当初呢，还记得了89年呢。那为止我欢喜唱歌，来讲我去办个歌舞团。对。那么我呢，还是当初呢去参加这个电视节做拍个这个电视剧《窃听书王》。我记得刚刚因为办了实在是没经验，那么亏本，还不容易拍电视剧，赚了只3000块行情，我全部贴拨那个，你还记得？对个，我工资也发不出，一个3000块，虽然还分5年，所以搿个是。不过我对呢，哈个对，你也没啥么子，样样买拨你。其他夫妻讲例子，我每年从不出年得来搿朋友到现在整整20年，每年个2个14啊，总个捐到玫瑰，搿是从来分脱过半。捐到没个，搿个么难夸张着。但是我想，自从我8七年第一站到日本去，留下来出国演出，包括我蹲了美国，我最欢喜送拨你啥物事，你还晓得？随便。送8七年第一只送拨我个真公司，一直到去年带出来个兰利士，每年做个十几年，10几只随便。我记得，因为送随便了，我想辰光可以浏览一个人的回忆，是不是？对。我觉着，我与能追得今朝，绝对离不开我太太王琴的支持。那么我想呢，你两高头风风雨雨一点年数，我能王琴能够到今朝。我也离不开我的丈夫余三亮啊。实在啊，那么这样吧，再于呢，你两家头共同为大家演一首伊非常欢喜的一首台词开篇，叫《神秘的花》。世间
手台一世素心中。白老师啊，那俺能再说几位评话演员给我听听，让我对评话艺术有多的了解。今朝跟你讲一位，专门是三国的评话大师王若琳。哎，范老师啊，我晓得个，三国是评话当中难度蛮高的一部书，啊是啊？一眼不错。不过从文学性还是从表现性，三国才是你评话长篇当中难度最高的一部书。那么当时辰光呢，我们拿三国了，看成读书当中的王叫读王。读王啊？那么王若琳呢，是说三国演员当中的王，就称得王中之王。哦。哎，那么一般了，我那个评话的表现风格分为两种。两种。一种呢，就像上一集许继良这个一种啊，叫以实表细腻见长。哦。称为叫评讲。评讲。那么再有一种呢，就像现在我们讲的王若琳，以表现角色，以表现见长，这个叫开讲。哦。哎，那么王若琳呢，你是说真功夫的，怎么那个书里向了，外插花削掉了它，不大用的。哦，范老师啊，哎我懂得。原来评话有两种表现方式啊，是啊。哎呀，那么我得问你这位，王若琳，你个表现风格啥人家里个？哦，来问你个老师。哎，你有两个老师的了。哦，两个老师的啦。第一位呢，是你个父亲，叫王永义。哦。王永义老先生呢，是专门是5年读，他是6毛的个评话名家。哦。哎，那个石表，它是个水面呢，是加进了昆曲，是非常之规范。上映洪亮，中气十足。哎，那么王永义呢，从小我儿子到了身边啊，是王若琳很小就得到了很好艺术教育。哦，原来是这样。哎，而且王永义为个设计，你的手上不齐。不齐啊？哎，啥叫不齐叫？这不齐啊，就是我们平台演员了，模仿各种声音的设计。哦。比方这个是，结构，开路，鸣合，放拍。哦。还有呢，指甲，马甲，扩大至线。哦。哎，那么不齐当中呢，王永义再在手上是指露露脚。指露脚啊？所以呢，你平常做为师的辰光了，说到顶多了，都是死火当中的片头，杀水杀猪。哦。哎，又叫杀水开店了。你拿指路从指板里向吐出来，到脑里杀它，分成7种不同的角色。7种不同的角色啊？拿指路指球里向拉出来，叫拖拉绳；绳子把你绑起来，叫捆绑绳；牵了上灯浪向叫按压绳；牵了只有指路还强的了，挣扎绳。那么得喉咙像缩进去呢，倒刺绳；血出来叫流血绳；再有指路水叫斗气绳。哎，说当时辰光老听众了，听你搿位诗了，这个真的把它是杀猪做一样的，有点后毛伶伶的。哦。哎，那么范老师啊，王若琳来先生，你啊手上不记呢？手上不？哦。在那个不记当中了，手上不是指甲，是马甲。马甲啊？那个马甲叫做特别的好。特别的好。叫特别的响，特别的逼真。哦。不要光我们听众听上去响，人听上去响，里头中山马听上去才上当。所以这样种个事体啊？哎，我不相信。真的？你还能具体说明呢？那又走了。王若琳先生那苏州后游市场里向演出，是因为你《三国志》里向的神马。神马呢晓得吧？讲是上册送一匹赤兔胭脂马，
不了归云上。是啊。那么搿批龙驹宝马磨盘里向牵出来辰光了，遇上马脚。哦。嚯，搿上马脚，王少林气出对地呀！搿声音由低转高，再由高转低，由低转高，由高转低，3个来回，再遇上收尾，叫得实力响得不得了了。真的？听众们刚刚想喝彩了啊！但是市场外头又传来了马脚声音啊！而且马脚不是一声，越叫越多，越叫越闹嘛，越叫越响。啊，哪桩事体叫？哪桩事体啊？因为当时辰光像苏州搿种大城市啦，交通工具当中还有马车的。是的。那么有马车被人家养马对。是哇。那么市场的头一个群人家当中呢，还有养马的。现在王少林先生市场里向穿一上马脚嘛，受到外头养马人家马房里的马。听见是当时动来让叫你的哦，那么还不能回应的啦。哦，原来是搿桩事体啊！那么外头一只马一叫，另外只马也叫的。是啊。另外马一叫，受到外头过了一圈，头一个就养马的人家马一道叫。哦。这么越叫越响，越来越闹嘛。哦。听众们常常的一眼得了呀。是呀。那么等到后来龙兴上哪桩事体嘛，市场里向掌声势来啊。哦。所以讲王少林先生单凭一声马叫。就当时名扬世代。哦，原来是搿桩事体。哎，葛么范老师啊，我有桩事体要请教你这位。啥个事体啊？我不懂呀。虽然王少林那个爷是个5年多落麦的儿子啊。对个。你哪还会得说三国的呢？这个呢就个人的偏爱，他是爱好，难得我也有的。哎，是的。因为你呢不大欢喜公安衙门种斗胆史，欢喜金戈铁马种扎个史。尤其欢喜像大书的大王三国搿种诗。哦。是不是呢？当时光你就报了呢，说三国的名家许文安的名下。哦，那么许文安一定啥东西角色，表演风格明显，开讲是啥子啊？眼眼的不是开。不是个。但是许文安先生识别风格呢，就像英曲奇在许奇在一路里向的，可是别细腻的。哎，那么。王少林呢，就拿你自家父亲的手上去角色这个风格把认下来，再拿你个老师许文安手上识别这一路风格啊，这里继承下来，就这2路风格于一人，慢慢的养成了夺得个王牌三国。哦，那么范老师啊，我得也问你这平武三国一共有几派？平武三国那当时辰光据多这个统计了，说三国平武也有170-180个。这样多个人噶？但表演风格大体分为3个派别。3个派。第一派就是我讲的王少林的王派。以起角色为得上的。那么第二个呢是唐三两个唐派，就起角色兼有可识别的。那么第3种呢后传2个后派，是以神识别为主。这当时光我们内行，但是听众们呢，我王少林的实施风格呢，比做书法家当中眼正经的眼体。哦。叫文安、张荣。气派大度。所以各种那个实施风格到现在已经很少记载。哦。那么范老师啊，今朝呢，还能用唱来概括各位来先生你个艺术特点呢？概括不够当，我只好来大概赞扬你2声啊。你好。因为这个老先生艺术到今朝的确已经是很稀少，很稀少。王中之王少林带风大道角色精，一身马嘶金丝手，你家几斤
风声。像王老先生这种硕士，到今朝跻身十项，已经没人能够超越你了。哎，是真正遗憾啊！哎，那么范老师啊，那么王小林来先生除他张飞，位于关公，其他角色哪家？哦，各位王老先生对所有的角色侪非常研究、非常讲究的。哪怕呢王公将相，其实什么3分。哦。那么就是普通一般下三流角色呢，也是栩栩如生。当时最受伤的还是关云长的张飞。比方说《三国志》当中还有一位诗啊，叫大闹辕门。啊。讲的是张飞呢，服脱诸葛亮。诸葛亮刚刚出山了，这张飞吃罪之罪嘛，到诸葛亮辕门上去闹事。哦，当时你腾打出来，就大喝一声：“俺老张来而已！”所以脚步声当当当，一步一步过来，到诸葛亮的帐前，砰，一个两响，一个卧龙为一个张飞吹了片刻的门前。哦，这个呢，就3个5年的下家了，我拍没3世个，叫他几笔一勾，一幅图马上生意了，让观众的门前来，这个就是王小林的本事。所以讲，我王小林先生称为王中之王，叫名无其实。是的，范老师啊，像你每讲一位来女人，3个位都生动的平台历史。对个。那么连下来，你是哪里一位来先生啊？连下来，你再说一位评话名叫金枪将王永飞啊哈。